港的万有纸厂过去是台湾的三大纸厂之一，后来破产，纸厂就安尼拍远20冬。台湾金联公司管理公司接手完成债务甲产权处理了后，即马完成铁路旧厂房，按算伫咧年底会公开拍卖44000多平土地，未来会当互50外个厂商进驻，提供1000个工作机会。 过去这个所在是北港的万有纸厂，目前规个工厂拢已经拆掉在整地。按算明年底要公开标售44000平的土地，未来大约会当有50外位厂商进驻，但是因为附近拢是徛过民众惊讲的影响生活。无啊，看伊要做啥啊？啊，要哪讲？嘿，伊规划你若无要给，伊就袂给吗？云林县政府 正在进行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，那计划是帮原来的甲种工业用地，变更为乙种工业用地，那可以减轻这个对于环境以及地方的污染。 台湾金联公司表示，因为纸厂拆掉了后，爱县府同意改图建筑特会馆制，才会当办理标售。按算伫咧今年第4季就会当公开标售。也拿到资人未来规划工业园区的时阵，改做一种工业用地了后，希望会当做给污染的产业。目前也在进行，把它变成为一种用地，这样的话对附近的居民来讲就比较有保障。 比较算是可以比较低污染的厂商进驻。北港镇公所表示，这个所在因为离北港市中心正近，未来若顺利开发项目，会当提供在地1000个就业机会，创造41个产值。但是希望会当避免重污染的工业。公所和县府讲会当出来引进低污染的产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